好各位家長早晨，咁我係前路線主任啦，我就係負責學校嘅課外活動同埋咧體育科老師嚟嘅。咁由於咧我係負責籃球隊，咁陣間所講嘅嘢咧就會攞籃球隊嚟做多啲例子，但係其實咧我哋嘅校隊訓練都係抱住同一個目標同埋意義咧去運動嘅。咁喺我身邊呢一位咧，佢就係我哋2012年嘅畢業生徐永如同學。咁佢當年咧喺6年班嘅時候，因為傑出嘅運動表現咧，就獲協恩中學垂青，就以運動員學生身份咧入到協恩中學嘅。啱啱過去嗰3月份啊，佢就入選咗香港中學生代表隊，以好全隊最細嘅年紀14歲中3嘅年紀咧，就入選咗香港中學生代表隊，代表香港咧去打亞洲嘅賽事。咁由於佢有傑出嘅表現啦，佢喺協恩中學咧連續3年係獲得傑出學生嘅獎學金嘅。大家好，咁喺我身邊呢位咧就係我嘅師妹潘耀韻啦。咁佢都會繼續係我嘅師妹，因為佢都係讀協恩中學嘅。係啦，咁潘耀韻咧就唔同啦，佢係我哋今年嘅畢業生，佢就唔係用運動去俾協恩中學招攬嘅，佢係自己咧以優異嘅學業成績同埋傑出嘅運動表現咧，自己考入去。咁佢係我哋咁多學校隊嘅主力成員嚟嘅。好，首先問一個問題先，大家家長，如果你覺得你係支持子女參加運動訓練嘅，請你舉手。好多隻手，好，咁咧大家好支持，唔使諗㗎。咁又或者你聽下我哋喺學界一啲高水平嘅球隊，其實平時嘅訓練係點樣先？譬如你喺協恩係點樣訓練嘅？我一個星期練3日籃球，1日手球。如果有其他比賽嘅話，就練埋田徑、越野、室內蛙艇同埋投球。哇！家長擘大個口啦，好忙啊！潘耀韻啊，你喺我哋聖安德烈小學咧係咁多項活動嘅主將，咁你又平時係點樣訓練嘅咧？我逢星期1就要練足球啦，咁練完足球就要練排球啦。因為排球校隊咧係同13練波嘅。咁我逢星期2咧就練中文話劇啦，逢星期4、5、6就要練籃球嘅。好啦，而家再問翻同一個問題，家長，如果你係支持子女參加運動訓練嘅，舉手。嗱，即刻少晒啦。點解會咁咧？大家有一個憂慮，你咁忙，你點可能會讀書讀得好？係咪啊？你學業成績一定會退步嘅咁樣。咁但係其實咧，我哋有好多研究報告顯示咧，運動訓練咧係能夠幫助到學生嘅成績係有提升。咁呢啲學術性嘅研究咧，咁我哋唔睇啦。睇翻我哋現實生活嘅成果，啱啱我哋今年畢業嘅籃球隊隊員咧有7位，當中咧有6位咧係以學業成績考入全港嘅名校，又或者本區嘅英文中學，有協恩啦、英華啦、上智啦，係咪啊？咁甚至咧喺有一次嘅6年班嘅考試裏面，全級頭10名咧，有7個咧係校隊嘅主力成員，分別可能係橫跨男子籃球、男子排球、男子足球。咁點解會有呢個咁嘅表現嘅咧？不如我哋請阿潘耀韻同學分享下。阿潘耀韻啊，你係8足咁多爪，咁你肯定由細到大成日去補習㗎啦。我1年班到6年班都未試過補習。即係學校教你咁多嘢就係咁多嘢。咁即係你阿媽成日逼你温書。前次我哋叫錯咗啦。我阿媽要翻工啦，所以就冇時間幫我温書，所以基本上咧都係我一個人喺屋企自己温書嘅。點解你可以學業同埋運動各方面都表現得咁出色咧？我平時上堂好專心咁樣聽老師所教嘅知識啦，咁樣做功課就會比較快啲完成啦，因為可以捉到個重點啦。所以咧，我多數都會喺學校完成晒啲功課，咁翻到屋企咧就會攞啲時間嚟温書啦。自從我加入咗校隊之後咧，我啲成績唔單止冇退步，反而仲顯著進步啦。而我之前未打籃球之前咧，喺屋企咧就係 hea 住啲時間嚟過嘅，就會攞啲時間嚟上網啊、睇下電視之類嘅。而我打咗籃球之後咧，我一翻到屋企咧就捉緊時間去温書啦。而前中對我哋嘅要求咧都好嚴格嘅 ，A.B. 班考試或者默書咧都要90分或者以上啦。如果達唔到以上嘅標準咧，我哋就要被停止練習喎。而我哋咧都唔想停止練習啦，因為驚會有技術上嘅退步喎。
所以咧，我哋都好努力咁樣爭取喺學業成績上嘅進步啦。家長聽到咯，係咪啊？其實咧，嗰次評分試咧，4日嘅評分試裏面有3日係撞正我哋嘅學界賽。上晝考試，下晝比賽或者練波，練完波即刻翻屋企又温習。咁你見到啦，大家匆匆忙忙買個包食個午膳，跟住練波等緊個場嘅時候又温習，慣咗㗎啦，佢哋呢啲生活。當日咧仲要練體能添，見唔見到佢哋個樣係點樣㗎？笑嘅係咪啊？咁其實我自己咧都被佢哋嘅毅力咧所感動。即係你其實面對咁刻苦嘅練習咧，佢哋從來都冇怨言嘅喎。佢哋咧每次做一啲好艱苦嘅練習嘅時候咧，都係笑住奮力咁樣去完成。練完波應該筋疲力竭啦，係咪啊？但係咧，佢哋即刻翻屋企，即刻温習，準備第2日嘅考試。佢哋唔單止冇怨言，仲視之為自己必然嘅責任。毅力咧就係咁樣練成㗎啦。女子排球隊呢個家長梁思穎同學升讀咗女港開平中學嘅一啲好出名嘅英文中學啦。咁佢喺媽咪咧喺校訊度講過呢一番説話。佢話囡囡咧就為咗爭取佳績，佢唔怕辛苦，犧牲自己嘅時間咧翻嚟學校練波。佢知道打排球一定咧要好好分配温習同埋做功課嘅時間，所以打排球已經成為咗佢讀書嘅動力。所以家長聽完之後，乜嘢先會影響學生嘅學業成績咧？其實係學生嘅自律精神。如果一個學生佢係冇自律精神嘅，佢多咗出嚟嘅時間會做咩？打機啦、上網啦、睇電視 hea 咗佢就算係咪啊？咁相反，如果佢係有自律精神嘅，你能夠幫佢揾到佢嘅閃光點，令佢知道自己比別人優勝嘅地方，佢揾到自己嘅價值，佢自我形象咧會提升，對自己要求會提高，對佢嘅學業咧係一定會有積極嘅幫助。你講一句唔俾佢參加，其實好容易嘅啫。但係其實乜嘢先至係真正幫到佢咧？應該我哋揾一樣嘢係令佢自己中意嘅，我哋做一個有力，令佢更加積極去學習。又有第2個憂慮咯喎，咁攰，家長唔好咁辛苦啦，唔忍心。不如咁攰，你有冇諗過放棄？咁其實練波都好攰，好辛苦嘅。但係如果我哋成天人有共同嘅目標，大家好團結，喺練最辛苦嘅體能嘅時候，大家互相支持嗰句加油，就唔會覺得好攰啦。咁同埋我一個星期除咗練籃球之外，仲有唔同嘅運動項目啦。咁一開始都唔會話好慣，但係時間耐咗就開始適應到，就慣咗咧就唔會覺得攰咯。同埋練得咁辛苦，同埋練得咁攰嘅同時，都訓練緊我哋嘅毅力同埋鬥心。咁出到嚟社會攰都係難免嘅，只要我哋係享受呢個過程嘅話，就唔會覺得攰咯。大家想聽到啊，其實咧運動訓練咧係能夠培養到小孩子有堅毅嘅精神。我哋又舉翻啲實質嘅例子啦。你冇見到葉詠如而家係咁？幾年前佢喺我哋小學嘅時候咧，佢係一個喊包嚟嘅。點喊法咧？嗱，睇翻當年嘅比賽片段，當年今日啊，我哋咧只不過開波輸緊3-2啫。你睇下佢做咗啲咩事出嚟？咁開始。阿曉琪爸爸都喺度今日，曉琪爸爸喺度。喊緊啊！講咩啊？做乜嘢啊？先第一節咋？佢先考到開波咋？做咩事啫？你今日去打咯！冷靜啲啊！但係都係佢小朋友啊！呢個係好嘅，都係好。開前邊！做到！好啦，嗰場比賽驚險8強晉身，打到冠軍戰，跟住平手，要靠射罰球分勝負，派5個出嚟，我哋睇下佢又做咗啲咩事出嚟咯。平手。又喊，又喊咩啊？又喊，好啦，再次賣流住眼淚，走出去射罰球，當然係射失咗啦。哦，好啦，
當年嘅喊包，今日變成咗一個好勇武嘅隊長。咁舊年去代表天恩中學對李拔萃嗰場冠軍戰咧，我同校長同埋其他老師都有去睇，非常之令我哋感動。點解咧？因為嗰場比賽其實係好重要，影響咗。如果佢 C grade 都攞埋冠軍嘅話咧，天恩中學咧就攞到個大滿貫，甚至影響咗天恩中學能唔能夠連續30年攞到個中銀紫荊杯。所以咧係好大壓力嘅。但係嗰場比賽咧，天恩由頭輸到尾，喺最後2分鐘仲係輸緊2分定3分。咁當時佢啲隊友已經喊緊㗎啦。當日嘅喊包就同人講：唔好喊啦，打好場比賽啦咁樣。我哋睇到佢嘅表現咧係，我同校長睇到手心出汗啦當時。到最後咧，球隊做咗2球攻勢俾榮譽，然後佢喺咁大壓力嘅情況底下，好好把握咗，然後入咗，最後反勝。其實當時就係大家好激動咁樣攬住喊，佢咧呢個人咧就衝去攬住個教練喊咁。阿榮譽，其實點解你會有咁嘅轉變，同埋當時你嘅心情係點樣咧？咁其實打籃球之前咧，我個人就好軟弱啦，好容易因為少少挫折就放棄，同埋對自己好冇信心。咁打咗籃球之後咧，個人就變得堅強咗，對自己有信心啲。咁明白到比賽就有輸有贏，咁輸咗咧就應該好好檢討、好好反省，而唔係盲。應該要諗下自己點樣。咁上年嗰場 C grade 決賽咧，咁我哋就由頭輸到落尾，淨係贏最後嗰2分鐘啦。咁我嗰陣時喺度諗，其實我已經係擔當緊隊長呢個角色，係應該以 leader 呢個身份嚟帶住其他人打呢場波。咁輸緊嘅時候，我都冇諗過放棄，係因為我哋成天人都有共同嘅目標，就係呢個冠軍。咁喺比賽之前咧，我哋有啲隊友嘅狀態都會上上落落啦。咁當佢哋下滑嘅時候，我哋都唔會埋怨咯，相反係互相支持，希望我隊友可以上翻去應有嘅狀態。咁最後贏到呢場波，我哋都覺得我哋嘅努力係冇白費到。咁最後啦，去翻讀書同埋出到嚟社會，堅毅呢2個字對每一個人都好重要咯。想唔想睇下佢今時今日佢係點？咁咧呢場波咧又係一開波協恩輸10比0，到最後追翻。咁好2球啫，藍色衫呢個。呢個好啦，又或者我哋講下師妹啦。師妹呢個師姐，佢打緊波嘅時候唔喊嘅，打完波先喊。咁呢個情況係點樣呢？就係、我哋今年咧參加全港賽8強嘅時候咧對大埔隊，我哋由頭輸到尾，最後21秒仲輸緊3分啊！咁但係靠佢哋一直都唔放棄，最後反勝翻。完場一刻踎咗喺地下喊，呢一刻就係咁樣。咁睇下佢點樣好冷靜咁樣追翻。藍色衫係我哋，最後21秒。轉上去，而家落後1分，最後15秒，對方犯錯，我哋開波，仲係落後緊1分。反勝1分，但係仲有最後10秒，攻勢喺人哋度。我自己都好激動啊，衝佢出去攬住佢哋，因為我咁喊住握手啦，喊住翻去啲家長身邊啦。啲家長我都擔心啲家長心臟病發，啲爺爺喺度因為爺爺喺度啊，好激動，大家都好啦。潘耀文啊，當時你有冇諗過會輸？我當時冇諗過會輸啦，我就係想做好每一球。因為未吹哨子，一日都未決定邊個會贏，邊個會輸㗎嘛。係，其實咧人生咧就由不斷嘅跌倒再起身去組成。我哋透過運動校隊訓練咧，透過比賽就係希望咧學生去明白呢一個道理。試想下，如果有一個人咧由細從小就跟隨球隊接受一啲好刻苦嘅訓練，為嘅只係追求自己嘅進步。落後唔緊要，堅持到底反勝；輸咗唔緊要，檢討改進，再贏翻。如果佢能夠將呢一個精神放喺佢將來嘅學業、事業同埋人生路上面，我哋仲會唔會擔心我哋嘅小朋友將來遇到少少唔如意嘅事情嘅時候，佢就會傷害自己嘅身體？我哋唔會擔心，
所以運動校隊咧係希望學生能夠領略到堅持到底、唔放棄嘅信念。咁啊，除咗呢兩個頭先我所講嘅最重要嘅意義之外咧，仲有我哋真係好希望咧發展學生其他方面嘅潛能。其實當年除咗泳兒之外咧，仲有另外一個學生咧，都係因為運動表現咧，同阿泳兒一齊俾協恩招攬咗，就係阿曉琪。由於曉琪其實佢哋今日協恩要翻學，我唔好意思叫走人哋咁多學生。咁啊，曉琪爸爸喺度，係啦，就係曉琪爸爸啦。因為咧，曉琪個妹今年都係讀小一啊。家長對我哋好有信心啊！繼續俾啲細佬妹咧繼續喺我哋學校讀書。咁佢都係因為入咗去協恩讀書之後，佢學業同埋運動都表現得好好啦。其實泳兒當年咧，佢拒絕咗我好多次，都話唔打籃球，甚至俾翻張通告我唔中意啊！你唔好再揾我。咁我冇放棄啦。喺佢5年班最尾嘅一次暑假之前，成功氹掂佢，跟住然後咧就改變咗啦。泳兒，如果你繼續拒絕我，你覺得會點咧？我覺得我會 hea 嗰啲時間啦，同埋唔好似而家過得咁充實啦，更加貼人咯。如果當年咧，泳兒媽咪唔俾佢參加，咁會點？其實家長嘅支持都好重要。你見到咧，其實我哋好多家長咧都會烈日當空都會去睇嘅。嗱，呢個隊員咧就係前年畢業嘅阿張嘉欣，佢入咗上戰。嘉欣媽咪都喺度啊，即係紅色褲呢一位，今日都喺度。嘉欣媽咪你企起身啦，係因為嘉欣細佬咧都係嚟緊我哋學校讀書，家長係好支持我哋嘅，係。呢度咧唔單止係籃球隊嘅家長，甚至係足球隊、排球隊嘅家長都會喺度支持我哋。咁佢有時會咧講啲説話亦都會 send 嚟支持我哋啦。咁頭先都講啦，其實我哋學校咧有好多唔同嘅運動校隊。因為我哋全部人嘅努力啦，老師、教練、學生、家長嘅支持，喺本區名校林立嘅地方咧，能夠有奪得咁樣嘅好成績咧，其實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又或者有啲尖子嘅雜誌咧，就會嚟我哋學校做訪問啦咁樣。甚至我哋有學生咧，舊年全港有14個小學生能夠入選香港小學生代表隊，我哋學校咧佔咗3位，咁即係非常之好好嘅表現嚟嘅。有畢業生因為運動嘅訓練，能夠培育到佢嘅潛能，能夠入到一啲比較全面嘅中學，代表香港去參加亞洲嘅賽事啦。點解我哋咁辛苦咧，仍然堅持咧？其實我哋係確信運動係可以改變學生嘅生命。畢咗業嘅學生，佢依舊會成日咧着住套小學波衫翻嚟。譬如好似泳兒咁啦，你記唔記得你呢張相喺度做咩？因為師會受傷，所以幫佢紮腳。係啦，呢2張相咧，教師會自述。係啊，咁其實你咁忙，你做乜仲成日走翻嚟？因為我對成安多年有好大嘅歸屬感啦。咁首先要多謝周校長，咁佢咁支持校隊嘅發展，咁令我細個就可以接觸到籃球嘅訓練啦，同埋佢喺我畢咗業之後都成日睇我打學界，仲有去咗泰國打亞洲賽嘅時候，佢都同我領隊校長講，叫我同佢影張相，之後 send 俾佢喺香港支持我。咁雖然我畢咗業啦，但係校長都依然好關心我。咁同埋如果我繼續請前張實人工咧，就唔會有今日嘅我啦。咁更加唔會入到協恩喺讀書同埋打波方面有咁好嘅發展，同埋唔會有咁好嘅領導才能去帶住其他人，更加唔會對聖安德烈有咁大嘅歸屬感咯。咁相信校隊訓練係可以訓練到我哋嘅毅力同埋鬥心咯，對我哋將來嘅人生同埋出到嚟社會都有好大嘅幫助。喺在校嘅隊員咧，其實佢都會幫我哋咧去訓練一啲1、2年班嘅小朋友，從中亦都係鍛鍊緊佢自己嘅領導才能啦，同埋對識得照顧他人。番禺運動犀利，佢嘅教學技巧啦、步驟啦、分拆教學啦、倒退教學呢啲咁嘅所有嘅教學技巧，就好似一個小老師咁。所以運動訓練咧，唔單止係嗰個運動技巧嘅鍛鍊，更加係全人教育嘅培育啊！我哋希望透過運動訓練，學生係能夠成為一個心存謙卑啦、識得感恩啦、積極向上嘅年青人。校隊嘅隊員嘅呢一啲態度咧，影響住我哋低年班嘅同學。2年班嘅曉晴咧，佢會話我會努力學習，希望都能夠為學校盡一分力啊！咁喺自製圖書又會話，哎呀，我好開心成為其中一員啊！因為咧，我見到啲姐姐好努力咁樣去練習啊。咁啊，其實
頭先所講嘅所有嘢咧，喺我哋Facebook 嘅專頁嗰度咧都會見到，家長可以撳個電話 search 聖安德烈女子籃球隊，你就會見到㗎啦。係啦，咁校長咧頭先永如所講啦，校長好支持，佢成日同我講獎項唔緊要嘅，學生有經歷就得㗎啦。咁大家睇下啦，校長成日都話希望同學有永不言敗嘅精神啦，呢啲先係聖安德烈嘅兒女嘅。尤其是咧，而家體育咧已經成為咗入大學同埋理想中學嘅踏腳石。根據大學嘅最新收生標準咧，就係如果你喺入大學之前嘅5年裏面，曾經代表香港參加過一啲賽事咧，只要你達到入大學嘅最低要求33222，咁樣咧，大學就會取錄你嘅。咁即係永如果佢能夠達到入大學嘅最低要求，佢都能夠升讀大學㗎啦。仲有呢度我哋平時相處會同學生了解多咗啦，即係點解咁辛苦都會繼續堅持咧？就係譬如係真嘅，見到阿永如有一個 BB， 呢個 BB 樣喊包，而家長大啦，成為一個努力讀書、識得感恩、積極向上嘅年輕人。陳主任話：點解你會有咁多嘅相嘅？因為咧我就儲閃卡嘅，平時咧我啲運動雜誌啊、嗰啲專頁啊，見到咧你嘅相嘅時候咧，我就會自己下載低。即係由一個咧我可以搭到佢膊頭嘅學生，見住佢細細個到而家，我成為翻佢嘅小 fans。佢搭翻我就真係而家係咪高咗咁多？即係呢種成果咧，先至係我哋教學嘅意義。我哋希望學生能夠成為一個積極向上嘅年輕人。喺呢度咧，或者我用台灣一個學者謝力瑩先生嘅文章做一個總結啦，係校隊嘅意義。佢話驕傲自大嘅孩子咧，因為比賽嘅交流，學識咗謙虛同埋長進；脾氣暴躁嘅孩子咧，因為技能嘅訓練，學識咗控制自己嘅情緒；冇自信嘅孩子，因為有咗球場呢個舞台，令佢自己揾到成就感；中意運動嘅孩子，因為球隊嘅栽培，令生命有咗一段精彩美麗嘅回憶。參加運動校隊嘅最核心嘅價值，絕唔係只有比賽成績咁膚淺嘅，而係讓學生可以獲得為咗實現目標而願意堅持到底、努力付出嘅經驗。我相信咧，學生喺我哋聖安德烈咧，能夠擁有咁難忘嘅學習經歷咧，係非常之難得。校長咧喺家書裏面曾經寫過呢一番説話天生我材必有用，每個同學都有其閃光點嘅，我哋應該好好就住佢嘅閃光點加以鼓勵。只要學生踏入聖安德烈嘅大門，我哋都會盡力幫佢，堅守一個都不能少。學校提供咗好好嘅土壤俾我哋嘅學生，希望家長一齊努力，我哋一齊咧去培育我哋嘅孩子，做一個敢追夢、好創新嘅孩子。好，今日咧我哋就分享到呢度。再次多謝周校長啦，同埋之前一直有教過嘅老師對我一直嘅照顧咯。同埋我都要多謝周校長啦，同埋一直以嚟栽培過我嘅老師。